后来，要提醒咱的女性朋友，都要注意咱家己月经的周期。根据着统计，台湾有超过170万的女性月经的量拢上侪咯。医师来提醒，这女性若是生理期来洗超过1礼拜，无到2点钟，就要换一届的卫生棉，或者是常在咧出现迄个血角，都要到病院去检查，因为这真有可能是类血友病，这都要食药啊来治疗。较高中一年的舞用，拍一拍开，竟然有要10片暗时咧用的加长型40公分的卫生棉。天的话要带11、2片去学校，每节下课都要跑去换。有时候来7天，有时候来就可能10几天。经血量坐甲欠血，暗时咧困，嘛要另外出物件。舞用的老爸去年带去予医生看，发现查某囝得着类血友病。有173万的女性朋友们，她有月经量过多的问题，16% 是类血友病。类血友病无像血友病，身体定定出血，袂少女性拢到病情严重才去治疗。医师建议，若是感觉家己血量较侪的女性，会使观察生理期敢有超过1礼拜，无到2点钟就要换一摆，或者是排出血角超过3公分。若是符合这3种条件，可能是凝血功能出现问题，有得到类血友病的风险。若无治疗，就毋那只是简单的贫血问题。甚至会肠胃道出血、关节腔出血，会因为手术之后大量出血，需要到交病房输血。医师嘛提醒，若是感觉家己经血量较侪的女性，就算毋是类血友病，嘛会使到妇产科，请医师开体剂来补血，会使含维他命 C 做血食，改善贫血效果会更较好。